根据监理单位去年的统计，全台湾奥多拜数量有到1449万多台。为了要提升安全，清华大学的动机系团队利用 AI 技术打造自动并行、永远袂倒的奥多拜，而且还会当到铁路，甚至未来有机会由 AI 骑奥多拜来甲你载。前进，右转，刹车。奥多拜在无人骑的状态之下，透过遥控的方式，唔但会当加速、转弯、打档啊，而且过程中绝对袂倒去。清华大学动机系团队利用 AI 技术，经过1年的时间，开发出这台会使自动并行的奥多拜。我们使用的基因演算法是一种近似生物演化的最佳化人工智慧演算法。它透过一代一代的模拟繁殖和突变，得到最佳的控制器参数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实体的模型车中。这台50公分长、30公分宽、重量6.5公斤的奥多拜，是利用碳纤来拢零件加上感测器，只要侦测到车身处倒一边的信号，电脑就会来控制莫达，和配当靠对另外一边，和车身恢复平衡。微型电脑接收了这些讯号后，就可以进行即时的运算，来控制后转向马达，让配重块往反方向移动。也就是说，当重心向右偏移时，配重块就会往左倾斜，让车身恢复平衡。这台自动并行的奥多拜最近也摕到经济部举办的科技比赛第1名。团队讲会继续加强开发其他的功能，让奥多拜有更加安全的设计。未来，让 AI 骑车甲你载，有可能是有影做会到的代志。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